再来看新北市邦桥昨下晡有一个21岁政治大学查某学生，伫个简单公车的时候，互一台对17楼管落来冷气焊着，不幸死亡。装冷气的师傅是讲，可能是伊螺丝无锁严，嘛已经互移送法办。劳检处今仔嘛去现场了解，上侪会罚30万哦。发生这款意外，装冷气的安全问题嘛引起讨论。 媒体问伊讲，是毋是要向死者道歉？涉案的师傅拢头无讲话。伊互人依照过失致死罪移送新北地检署，因为伫咧20，伊去新北市邦桥新埔站附近的社区装通行冷气，因为时间无顺利，冷气伫管理所在摔来，其讲到一位正大女学生。根据了解，这个师傅讲，伊普通时拢是装分离式的冷气，袂啥装通行的冷气。 也承认讲，伫咧装的时阵螺丝无加严。司法警察们如果报验之后，我们检察官就会去相验。检察官收到案子之后，他会针对涉嫌的这个被告刑责的这个部分来做一个处理。最主要是有没有过失的责任。伫案发现场，有民众彩绘悼念死者。伫案发了，新北市政府下令施工单位停工，劳检处也派人调查作业的过程。敢若是这个师傅伫咧作业时阵，冷气机锁无严。 和冷气机规个下来造成意外，认定有疏失，将会依法开罚。今天我们劳工局呢，将对李姓师傅跟他的公司呢实施行政调查，违法事实一经确认，最高呢可裁处30万元罚款。这件意外也引起伫咧装冷气机的作业时阵的公安讨论，亲像有业者会赶时间，无注意时间的细节，锁螺丝的柄好锁无够严，或者是。 电装伫咧装的时阵，装伤过头，那有可能造成施工一个所来维修的危险。复燃是等于维修的一个活动空间嘛，因为现在大楼大家都吊外墙了，希望说能够有一个友善安装的一个空间了。那现在等于业界也大家就是说危险安装，我们厂家了可以拒绝维修了。亲像电气工会就甲规定。 消化机安全规范要求业主伫咧高空安装的时阵，将会设置铁网啊，或者是护栏，保护施工者的安全，对所得来维修也较有保障。若是业者无爱装，施工者会当因为安全的原因拒绝施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